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到高雄。这个高雄去年所举办的了了飘飘河，推出着6只可爱超大型的冠风的装置，吸引着大量的人潮去参观。这回阁有3只角色，为11号开始陆续来登场。但是传出讲，其中有一只蜜柑站长，目睭仁小可有破空，所以消防软烧烧。有不少的民众看到，滚生笑讲，敢是伤热咯，所以罢工咯。文化局讲会赶紧来做调整，重新阁甲大家来见面。吊怪器具准备好势，用真大气力，复杂的美观古水的蜜柑站长，总算踩伫咧轻电车真爱码头站，古水模样，互人直直想。不过伫咧短短时间，总规的消防器软烧烧，大家看到这个画面，拢感觉真好笑。有人就讲，敢讲是吊沙，还是淋甲水茫茫，倒伫咧爱河边，或者是这个忝啊，想要罢工。可爱啊，蜜柑哦，现在在补哈，好像眼睛破掉了哈。对呀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就给他弄贴布啊。是休息吧，不是吧？高因为他嘴巴还笑笑的。规个消防器敢若是有破一空，所以赶紧做调整。不过其实这已经是头一摆出现消防的情形。今年飘飘河计划，鸟仔加几啊嘛因为风收过头，规个倒去消防。铁哥嘛因为大风雨，规只倒平。这摆蜜柑站长嘛共款对咧消防。在安装的时候，其实因为风势比较大，所以在装的过程跟建筑物的主体有一些小小的磨合，那有导致眼睛有一个破损。原则上会很快的把状况调整好，跟大家见面。它会吸引更多民众来这边参观，让人有一种崭新的感觉，然后每天都有活力嘛。古锥造型的鸡龟仔真盛大家注意，不过2摆展览拢传出消防，即摆讲希望透过定调整，避免同款的情形搁一摆发生，互3位新角色陪伴大家度过休热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